長隆暑期大促進行中，暑假帶小朋友去長隆、清遠、廣州橫琴三大園區，唔知點樣揀？呢條片一次過講明邊個最啱你。清遠長隆森林探險主題園區匯聚300幾種上萬隻珍稀動物，必玩動物大越野。小朋友喺車入面近距離睇動物，喺身邊行過，興奮到跳起，最啱鍾意動物同大自然嘅親子家庭。廣州長隆玩法最豐富嘅綜合型度假區，熊貓村考拉園專為親子設計，夏日必去水上樂園，大人細路都玩得開心。夜晚仲有國際級大馬戲，最啱想玩多種項目嘅家庭。橫琴長隆超大型海洋主題樂園，亞洲最大鯨鯊館，仲有北極熊館、企鵝館等好多選擇。壓軸無人機煙花秀，數百架無人機飛往空中，震撼全場，最啱鍾意海洋生物同煙花表演嘅家庭。3個長隆3種玩法，暑期大促優惠進行中。留言俾我知你打算去邊個，我幫你睇下點玩最抵。我哋下一站去邊呢？當然係揾香港中國旅行社。